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因为今天是主的圣日，我们要在这里来欢喜快乐，来敬拜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喜悦的心，我们来面对今天，来用全新的自己来敬拜我们的主，扬声欢呼赞美。来哟，扬声，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感谢主，我们要来赞美我们这一位主，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主？丰盛之主，有吗？刚才有吗？有没有赞美到？还有他是创造之主，还有他是最大的医生。感谢主，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声，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善。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哇，这位主不止这些，我所列出来这些是吗？我们刚刚就读到太多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神，是我们这每一天都经历的，每一时刻都经历的哦。当然，我们也离了主，是吗？我们自私，我们自利，我们甚至是自义，这是最糟糕的。我们自以为我们是这样判断，但神是这样判断吗？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好不好？恳求圣灵的光照，我们来赞美，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我们一起开口，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创造主，主啊，特别是创造我，主啊，你有一口气，特别是主，你圣灵在我的里面，主啊，使我能够灵魂苏醒，使我知道我哪里错了，主啊，使我真知道，主啊，我离了你，主啊，我真的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主啊，恳求你，主啊，让我真的是知道，主啊，你在哪里，主啊，我们就赶快回来，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使我们真知道，主啊，我们
真的是得罪你，主啊，我们就求神你恩待，主啊，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用全心全意全力来开始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来赞美你，主，谢谢你的恩赐，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主啊，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就是你来叫醒我们原来那背离你的心，我们醒悟过来，快跑回来到主啊你的心意里，我们不自以为是，主啊，我们以你的心意为心意，主，谢谢你总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主啊，因为你是恩慈的主，你是信实的，谢谢主，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也要来为我们生命中的需要哈。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会讲到赐我们日食，其实这个赐我们日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祷告的，每一个面向都是神关心的，以致让我们可以活下去，而且让我们活得像一个人一样。怎么样的人是神所创造原来那起初美好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请。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到神的面前，神用他新的油来膏我们，使我们在许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蒙受神的带领跟祝福。哪些方面呢？神看重你，第一个是一定是身心灵的健康，还有在我们人际之间最优先的婚姻、亲子、感情，还有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人际，跟他人的人际，不只是跟家人而已。我们的主也非常的关心，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不是只有在乎，他还有权柄。他怎么带领你恢复那原来的美好，恢复那神原来给你的那个福分里面，好不好？音乐牧师邀请大家，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觉得最中心的地方，或许是在你的心，或者是你觉得是在你的头、你的脑，或者是你展开你的手。神的灵要贯穿我们的身心灵，也愿我们将这一切我们的忧虑，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如果你觉得我需要有人为我祷告，那么请真的不用客气，神也愿意跟你一起知道，弟兄姐妹也会知道你需要大家一起来帮补，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好不好？如果你有需要，请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同工会到你的旁边为你来祷告。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就是这么爱我们，主啊，因为你是这一位主，主啊，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你更知道我们是哪里离了你，主啊，你也知道哪里是主你的心意。使我们遇到这一切，是因为主，你有更好的，主啊，你有一个用意，主啊，就是你的美意，只是我们一时不了解。主，我们在那不了解当中，主，愿我们说，主啊，我信，主啊，虽然我信不够，但是主啊，你说只要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求，主啊，你要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主啊，谢谢你。主，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为了是主，你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使我们可以来见证主，你是大能的主，见证主你是慈爱，主你是美好的，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是一切全备的主，主你是我们盼望的源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将一切忧虑卸在主你面前。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力量，赐下主你的一切美好，
主啊，使我们心有平安，使我们得着完全的医治。主，我们也跟你复合，跟我们自己跟他人能够和好。主，你是我们的支持，你更是我们的引导。你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其中有人在做重要的决定。主，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你就是我们最好的引导，因为你伸手扶持带领，你永不离开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了为今天的主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请一人。好，我们呢刚才有神的话，我们不会忘记的哈，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为我们今天等一下主日要来祷告哈，也要为了我们今天下午核心同工退休会，也就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的这个目标哈，让我们真的是朝着这个目标来迈进，因为这是神对迦南教会透过游牧师我们牧者团队我们一起领受的哈，那我们可以为这些来祷告哈。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上帝怎么样的话语是赐给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请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核心同工，刚才音乐牧师已经说，还有我们的圣诞节，我们相关的福音的这些活动，不只是活动，更是一个宣扬主好消息的一个机会。我们也为总务部来祷告我们总务部我们有关这些硬体的这些的事情，主求神自己亲自来掌权，也为今年剩下几个月的事工以及明年的计划，求神来兴旺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真的是成为这个地方的灯塔。因为我们知道这时代比过去都还要再黑暗，但越黑暗的时代越需要主的光。求神来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如果你没有办法起立没关系，你坐着就好。好，我们一起起立来为我们今天的主日以及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教会一起同心合一来祷告。来，1、2、3，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你的圣日里，你再一次来召聚我们。主啊，我们回到你的圣殿，主啊，使我们真知道，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使我们真知道重新来调整。主啊，我们的这个先后的优先顺序，主啊，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称主你为圣？主啊，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当以主你的国度，主啊，你的法则我们来遵循。主啊，我们怎么样来选择？特别是主啊，你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要计划的，主啊，我们要执行的，主啊，我们好像很多事情，但是主我们没有忘记，主啊，我们的计划跟蓝图是在主你的救赎的计划蓝图里面。主啊，愿我们不偏离你，主啊，愿我们所做的，主啊，能够容神一人。做的就是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主啊，带领人认识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再一次回到圣殿来。主啊，我们再一次来说，主啊，谢谢你呼召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的短暂的生命有了意义。主啊，让我们每一天，主因着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心很自在，而且我们更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更知道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谢谢你召聚我们，跟你成为一体，我们互为肢体。主，你跟我们同苦同欢乐，我们也跟你同钉十字架，同复活。谢谢主，我们要用主的主祷文一起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要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的面前欢呼。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来献上赞美祭，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拍掌，来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的权力何其美！你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就用赞美来进入神的殿，神的膏油就必在这边来充满在这地。我们一起再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的神信实广大，他的怜悯是不断绝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膏油就你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让我们献上赞美，让我们合一敬拜在神的爱的里面，不分世代老少，我们都要在他的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述说他的恩典，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神名。世上万有都属于神，世上万有属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自存到永远。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神名。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
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真神，他掌管所有万物，我们也供应我们日常所需。我们应当要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他，来宣告说：全能的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都长存在这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尊崇他的名。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一次，用这首歌来欢呼，来回应我们的神，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让我们一起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让我们一起来说神的旨意成全，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之民，让我们来高举神的荣耀，高举你荣耀的名。再一次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之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是的，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来赞美。让我们一起再来说，我们来呼喊我们的主耶稣，让向他说：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帮助，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拍掌，将荣耀都归给我们，都归给我们的主，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拍掌，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我们赞美你，你是那丰丰富富的主，你带领我们经历神你所创造的这个世上，也让我们安居乐业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块土地，台湾桃园的地方。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来这边可以来敬拜你，来服侍你。谢谢你的供应，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我们的眼光心思都要来单单的注目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有神你来带领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胜过我们的忧虑，因为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赢过我们的困难。谢谢你，因为你我们得以刚强，因为你我们得以站立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子的地。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那是抓住的在世上的，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让我们单单的来注目你，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渴望你，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意念里面，主，我们要来归向你，我们要来归向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主。谢谢主，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请坐。你可以把你的眼睛闭上，听着这样的歌，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全然来归向他，归向那带领我们赐福赐恩的主。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赞美。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让我们放下你自己抓住的，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将我们每一个人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永不永留。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让我们向神来说，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让我们无悔的付出，只因为愿能够得到我们神的满意，神的喜悦。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乎你，我们的生命在于你，我们力量在于你，我们的盼望也在于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在这地，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你在我们当中看见我们的生命交给你。主，我们也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每在操劳，在追求，但是我们忘了尊你的名为圣，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留心听从，谨守遵行，
你就将这样所命定的福要赐给所有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主，我们常常忽略你的话，你话中的应许，然而我们转眼去追求世上的福，而忽略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应许我们所得着命定的福。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要来快跑跟随你，如入切木溪水。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献身当作活祭。愿我们时间、能力、爱心、信心摆上，为神使用，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愿主施恩施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自己来掌权，做王座，也从你宝座上赐下你的恩典。当我们开口祈求，大大张口，必大大充满。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哈。有陈浩弟兄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请你站立起来，我们来欢迎。愿主来赐福，监听给我大声一点嘛。好，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下主日是我们感恩节的主日一年快过去了，我们如何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有感恩节的奉献袋在我们的周报里面请兄姐能够数算神的恩典，能够真的是继续求神赐福带领我们未来的一年。疫情已经有缓和我们连续8、9天的加临，然后那我们不用再登记了，所以弟兄姐妹线上弟兄姐妹可以回到地上了那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就是好像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什么圣徒相通。如果你只在线上，只是你自己那我们一起来经历圣徒相通的美好。那其他的聚会的内容都在第7页，请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李桂梅姐妹她的成人会籍由园林教会来转籍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不知道有没有来好，我们恭喜她我们也欢迎她。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了这个国家演奏厅级的那1+1来49，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一个弟兄姐妹你带领一个设定一个对象把他带到中华路49号，是49号那我们要登记，但是不一定都在这个现场，因为要锁票，然后要排队，那我们预定的时间，比如说6点半我们你有没有去过那音乐厅的这个经验那这次我们会请乐界四重唱四重奏这样来到我们当中那是比较高水准的，所以我们必须遵守一切的规定那
弟兄姐妹，我们又想弟兄姐妹能够听，那也能够带慕道的朋友来。所以一个人你不要带一家子5个、10个不要你就一个带一个，然后好好的照顾，好好的陪伴那如果超过这个人数，抱歉，我们就到4楼、7楼。所以一定不一定你登记了，然后锁票了你就可以坐在这个现场我们希望就是预定完之后，不要浪费这个座位我们常常预定了，然后没来，有事没来，没有看中这样那这个是透过音乐来布道我们希望今年崇拜部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请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注意，也能够在祷告当中开始。你要邀请哪一位你的亲朋好友还未信主的，你就预备好，然后为他祷告，然后邀请他。好，我控制了。我们在今天还有半天的核心同工退休会所以在1点请我们核心同工来完成报道就在我们的2楼。那总务部也提供给我们，如果要圣诞节快到了，要购买圣诞糕的这个弟兄姐妹要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请我们在每主日的上午12点前在1楼来向服事同工登记我们登记到12月5号。那在青年牧区的青年事工有在11月27号下午3点有一场这魔术的盛宴那我们邀请这些讲员来帮助我们，也特别分享给这些年轻人那如果我们当中有这些年轻子弟我们就鼓励他们来参加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们透过这些，不过就是一个管道，要把把人带领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讲座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身体都很有关向3高了不是高收入高所得，这个不是了高血压，然后高什么血脂，还有呢血糖啦这个跟我们都很息息相关。我们来听看看这个医师怎么讲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会议的代码进入这个Google Meet 我们现在都像有一些讲座都很夯都上200-300人，100、200那这个 Google Meet 应该我们会有一些的限制那请我们尽早就上线来观看好，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马太福音6章11节，再一次，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马太福音6章1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你拯救我们，也要使用我们，让我们领受了与人和好、与上帝和好的祭司的职分。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将属天的价值观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体质，让我们一生都能够完成主你交托我们的大使命。这时候，我们全然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才能，来回应主你的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福，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所赐的福气。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所赐的福气。请坐。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所赐福的福气啊！那福气在哪里呢？是有根有据的哈。那记载在哪里？记载在今天的圣经，经节在马太福音6章9到11节。马太福音6章9到11节，这也是我们最近都在读的，是我们平常可以拿来祷告的。那么祷告是什么呢？有人说祷告是呼吸，那么可见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生跟死有多长？就一口气这么长而已。你没有了这一口气，你就没有了生命。那么既然这样，祷告这么重要，我们不是拿来朗朗上口而已。我们每次来祷告的时候，尤其是主祷文，主祷文其实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检视自己，我们有这样子行吗？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吗？是不是主祷文这个祷告的生命呢？这生命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持续来看今天神所教导我们的，我们一起来领受经。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阿们。今天我们要领受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祷文不是只有一句，我们今天学这句而已，不是，而是从一开始那个关系要确定，我们所祈求的，我们的生命建立在哪里，那是很重要。一开始建立在什么关系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们所求的都归于空。另外一个建立到什么大的？我们所做的检视，是不是尊主的名为圣？我的心里是不是只有你？是不是只有神？十诫清楚告诉我们，我是不是没有拜别的偶像？我没有把别的替代？我是不是把我所求的，我心里所愿望的，我的名，我想要的梦想替代了，向他跪拜？因为我屈服就是跪拜嘛。那么我也没有烂成耶和华的名。明明是我自己的想要，但我说这是神透过祷告，主说要我去追寻的。主，我要感谢你，你所赐给我这些，原来是我用我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的。我说主，我要感谢你赐给我。如果神说这条路本来就不是要给你的哦，那么我们就烂成耶和华的名。持续，我们的神只有停留在这里吗？它不是只是一个样子，我们去嘴巴去读而已，不是，这些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今天进一步来告诉我们，跟我们有关的。上个礼拜游牧师有没有说过，要怎样？要成就神的旨意，是吗？那么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成就？要怎么成就？那么就跟我们现在在地上，游牧师刚刚有说，我们要在地上如同怎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是地上上帝所看重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跟我们的生存是有关系的。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谢，因为我们这位主这么在乎我们能不能存活下去。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不用担心，因为神比我们更在乎，而且已经预备所有一切。我们一起来感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是不配来传扬你的话语，但是主，你看我们为宝贝。谢谢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恳求你亲自来启示我们，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仆人，透过你所爱的每一位凡而有耳的，都愿意来遵行的，让我们听了又去行，成为一生中我们的定准。我们定睛在你，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11月1号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中国这个还有一个商务部这样的宣告，说大家开始准备粮食，生活中所需要的哦，一定要在这个准备好。于是呢，中国大陆各地开始抢粮食，因为大家觉得很不安全，是不是要战争的？是不是要攻打台湾的？很多的声音。于是呢，这个抢成一片。这个抢成一片有一个因素，可能觉得我不够了，我危险了，我们就抢。那么还有一种抢是什么？我们有抢双11吗？那么双11会是跟你的安全感有关吗？我想恐怕不是安全感，或许也是某一方面的安全感。你会觉得说，我如果没有拥有这些，我可能就没有面子，我的某一方面的渴望没有办法得着满足，我的想要，我也被别人渲染了。所以我们去抢购的时候，有可能是安全感不足，另外还有群体之间的抢购，人家这样抢，我也要跟上时代。那么我们生命中，我们怎么样子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到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买或不买，吃或不吃。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神赐给我们的上帝，他要我们怎么选择，在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怎么样活出在日用的饮食上，我们活出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呢？当然，吃饭假崩红对多，这个台湾人、中华人其实是很知道的。怎么说呢？这句话从哪里来的？我想，我们如果稍微知道历史，就知道他是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备呢，他其实一直被困住。当他被困住的时候，本来想放弃了，可是他的谋士来告诉他说：“敌军呢，楚国呢，他在屯粮的地方好像没有派兵来固守，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取得他这个屯粮的地方，那么你一定会反败为胜。”我们都知道结果是如何，确实是这样。因为这句话，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所以就有这句话：假崩红地多啦。所以你卖差，我们的主其实看重我们。怎么说呢？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地上需要生活的一切，其实他都关心。在我们为神的国祷告之后，给我们为自己祷告的第一句话，竟然他这么看重我们饮食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说我哪拢在烦恼家啦，烦恼三顿啦，烦恼这些3餐，我们真的不要愧疚，因为神也看重我们。但吃饭有这么大，有多大呢？有多重要呢？只因为吃饭吗？我就满足吗？只因为吃饭，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人吗？上帝所创造原来美好的人吗？因为你已经有这种疑惑，我们都衣食无缺的台湾，那我们跟神祷告什么？赐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真的现在吃日用饮食都够了，现在恐怕是怎么吃的问题，才吃的不会胖，吃了才不会三高。
刚刚有讲，吃了我才能够有好的身体，因为我们的主确定我们的生命有多长。我们不能因为忧虑一刻而让我们的生命延长，但我们在生命的这个期间内的品质，亲爱的大家，我们自己要负责。这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怎么日用，我们怎么吃，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怎么样工作，我们怎么选择这24小时，我们怎么分配。所以日食的意思应该不只是吃，它的意思有多大？它的意思可能更大，大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禁食40天之后，这个撒旦魔鬼来试探神，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样说你来拜我，我给你吃，给你面包。可见撒旦魔鬼更知道，当人自己生理的因素是最底线，活不下去的时候，饿肚子饿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就会犯罪。可是我们的耶稣没有犯罪，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耶稣的话，请。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当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们。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日用的饮食是2方面，一个是让我们身体的机能，第二个让我们灵里面的我们得以饱足。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每一天看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才会像一个人样啊，没参像人款啊。人是身心灵的，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畜生。畜生只讲求我们有吃饱，但我们要有人样，我们就要有神的灵命。有看到这个图，有想到吗？11月11号在家会主，开始对推罗这个地方，神宣告对推罗他的这个预言，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推罗这个地方很奇妙，它其实很像台湾，这旁边是海，它有2个城，可是它其中有一个城很坚固，旁边都是海，其实要攻它不容易啊。也就我们台湾今天为什么有这个地利，大家都抢要来台湾建立这个军事的基地，什么原因？其实推罗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地利，但神说，推罗你自以为是，你幸灾乐祸。我的圣城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你不帮助，你还幸灾乐祸，说哈哈。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哦，我们千万不要看到，尤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可爱的人。下次游牧师应该就会讲到。但我们今天先讲我们所领受的，神爱世人，当然也爱推罗，只是推罗不知道要读神的话，因为神早就跟他预告说，你要听话，你千万不要幸灾乐祸，你要帮助彼此，地球的所有大家要和平。但推罗不想，我自以为是。今天的经文也讲，今天讲到了埃及，但推罗我们知道吗？他后来是灭亡的，可是他后来这个经文里面说，他见到磐石上应该很坚固的。但神说，你在这磐石上要变成金光，意思是上面什么都不留。哇哦！当我们如果听到我们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台湾是这样，我们一定哇哦哇哦哇哦，我们要警惕。但推罗很可惜，没有看上帝的话，没有听以西结他所发出来的预言，最后他这个城市从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他的结果真的是金光。怎么样金光？记得吗？推罗是被谁打败到遍体真的是不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他很妙的，他那些军官竟然做了一个历史上大家匪夷所思的事，就是他把那个旧的城全部拆掉，石头、木头，只要硬的东西都可以，他全部填在哪里？一看这个图就知道，填在海。以至于让那个海怎样有陆地可以过，然后他就在那里建了什么可以吹墙的东西，把推罗的城墙吹倒。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只求我可以过得好，那么不好意思，英业牧师要说，你只有2个字是没有盼望，就是等死而已。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神的话，我们知道而且信靠神，我们不是等死，我们是等着转化到天国，甚至不用等到那一刻，而是现在此时此刻，当我活出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就是在天国里面。因为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哪有不来看神的话语？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给我们身体之外，还吹那个有灵的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甚至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开我们，是以马内利的主。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选择呢，让我们活得像人一样啊，好好的来活，活得美好，活得出神给我们的美好。所以我们其实吃3餐，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提醒：哦，主啊，你让我有好的身体可以吃饭。还是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先看菜单，再来决定我要祷告什么？还是说不是，我要先看到菜？不是，我们在祷告，特别我们这件事情还没成就的时候，神要我们的祷告，主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是早就已经预备哦。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今日我们领受，但是上帝早就预备，我们可以领受神。而我现在知道结果，是因为神说这个时候给你是刚刚好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但我早就已经预备，我们有没有这样领受？英业牧师在这里迦南教会9年半，进入10年，明年就10年满10年。我最领受这句话，因为我们曾经禁食祷告，为了青年传道来祷告。第一个要男士，第2要健康，是吗？第3要年轻，是吗？一公布的时候，苏青长老从我的 FB 一看，哎呀，怎么是女性？好啦，可以接受。哎呀，怎么跟他儿子一起毕业？我儿子大学毕业，我到时候毕业，他还马上写 message 给我。第3个是我来的当天，我跟郑牧师说，我小儿麻痹，虽然看不太出来，但现在10年以后就看很出来了，可见就是老化了。郑牧师整个傻眼。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已经禁食？我记得是2次，有那个郑牧师跟我讲，禁食全教会禁食祷告，为了青年的传道，很明确的目标，我们要祷告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应该听多很多的见证，我要这个牌子的车子，我要这个，我要，是吗？我要这样的房子，我不是不可以求，而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上帝给我们是超过这一切的，你是感谢神吗？郑牧师在我就任的那一天，在我的原母会来了110几个人的时候，他在他面前说：“我要见证神。”这位神跟我讲，当我要吃饭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给我们青年传道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要赐给我们最适合的。”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需要的青年传道，今日你赐给我们，虽然你早就已经预备，8年前就预备我读神学院，然后我就要绕一圈去国小当专任辅导老师，再回来读，然后再来。上帝早就预备，所以郑牧师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感谢，还是我们出来的菜以后，哇，那你就扣7天内可不可以退货？不是，而是上帝说我已经给你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祷告那还没有完成的事，好不好？我们调整我们的心。主啊，我禁食祷告，但是主，我禁食祷告要承受你已经给我的，我是不是一卡没啦？不然你太突然了，可能太好，不是你想象的，或者反正就是不是你所求的时候，
我是不是撑得了？我是不是能够？我们的祷告，吃饭的祷告，神给我们一切需要的祷告，神说我已经给你，就看你怎么调整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祷告，跟怎么样做我们的日用所需的？那么今天来到这边哦，不只是身体吃的，不只是我们灵里所需要的，我们生命所决定的大大的小小事情，甚至我们未来的，神都已经预备。但我们预备好了吗？这个是问题。所以我们主祷文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主啊，我预备好了吗？怎么预备好？一样，当然跟主祷文是有关。我所预备好的这个梦想，或者是我所预备好我求的这个，如果再讲小一点，就是我的日食好了。我没有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既然这样祷告啊，愿你的名为圣，就是主，我这个决定是不是有高举你？是不是有见证你是圣洁的？见证主你的名是什么？耶和华以勒。我是不是活出来？我现在还没不够，我现在好像还苦哈哈。但我是不是我的祷告已经能够，我的吃已经能够分别为圣？主啊，感谢你给我这样，让我身体够了。我记得一个长辈，他后来成为亚洲很大的企业家。他说他小时候6个兄弟，他的爸爸拿出来的菜，每一个人5颗花生，1碗饭。有经历过这样的，可以让我知道吗？没有。他感谢神，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够用的饮食，5颗花生，1碗饭，以至于他现在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企业家的时候，他吃大鱼大肉吗？他要怎样？他把这些分给别人，因为他说我再怎么样也只有吃3餐，外加宵夜好吗？有，当他做生意在中国大陆内地的时候，他因为名声太大了，被骗进去以后不能再出来，因为他当过那里的董事，有一个很有名公司的董事长，从此就消失。那种恐惧不能讲，我们也都不能讲，很少人知道。只因为我是牧者，我很亲的，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吃是有得吃，因为是软禁。内地也给你什么都够吃，但你就是恐惧害怕。你在那边被关4个月看看，不是关，应该讲软禁，就是在一个很大的饭店里面，很有名的饭店，但是你就是被限制住这样子。这句话来帮助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一起来读，请。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也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感谢主，这位长辈现在很平安，在自由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山高人士，刚才已经讲，那么我们可能要想，我每次吃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吃的时候都要说：愿你的名为圣。我认识这个女士，她3高，结果跌一跤以后，3个男人都扶不起她。于是她开始说：我要减重，减了100次都没有成功，越减越重。有这种经验吗？啊，没有啊，那只有我。那看起来好像就是讲我。我到最后我说：主啊，我的身体是你的殿，我每次吃的时候都要想，我不要3高。我年纪轻轻，我小孩还是小，出生没多久。我不要3高，我不要那么胖。跌倒的人家都扶不起，因为我常常跌倒。主啊，我的身体是你的殿，感谢神。请问大家，我现在有3高吗？
跟大家报告，刚刚身体检查过，什么高都没有，医生很惊讶。你58岁，没有，我18岁，怎么什么高都没有啊？但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我的肌肉几乎都不到30。所以要努力，不然就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每次吃的时候，都要来想什么？愿你的名为圣，上帝国度的日子。什么叫做牧师立马看，连吃都要搞到上帝的国度去？真的啊！这就是我们日用上帝关心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要在地上生活，如同在天上一样。因为我们的生活会日越来越衰残。有一天，我也有可能像陈道雄牧师一样，我预备好了。所以，亲爱的大家，好不好？我也要恳求大家，我们为陈道雄牧师来祷告。真的，那是很不舒服，只能躺在那里。但我相信上帝有他的心意。当然，他的家人，尤其牧师娘，真的很辛苦。或许有一天，神的心意说，应验，你要去体验一下哦。你在床上才不会太激动哦，乱跑。主啊，我这日子如何，我力量会如何？我们一起来读神给我们话，请。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份，直到永远。阿们。主啊，靠着你，我可以成为有福的人，不管我的境遇会是如何。这是我们在上帝国度里的日子，这是我们在上帝国度里面的生活。所以这样了解咯，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不是只有吃，而是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我如何用我的生活来实践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什么？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国就是有国法，是吗？所以我在吃的时候，我一定要按照神的这个国法来吃。上帝，你的国法是什么？就是不要吃太多，多的给别人，不要浪费。因为日用的饮食赐给我，还是我们？我们。所以不要只有想到我而已，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因为神的救恩是要证明他是这唯一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阿们。这句话我们真的要记起来。我们这必死的人，不管如何我们都会死，那我们要靠着主活。即便我们今天是躺在床上，我可能只有一点意识，即便我在那困苦中，我可能被囚禁，但我们可以因为神，我们从死里可以复活，我们可以苏醒，因为我们可以学保罗一样，不管我的生命如何，我都可以活出神。你的名为圣，愿人都能够尊你的名，因为我高举主你的圣名，我荣耀主你的名。我可以按照你的国度法则。你的国度法则是什么？十诫很清楚告诉我们，简单讲。如果再不清楚，可不可以给我实际的现代的意义？有。弥迦书怎么说？行什么？公义。第二什么？好怜悯。再来呢？存谦卑的心。所以这样够不够具体？够吗？我们说日用的饮食。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有2个孩子，他都在做业务的，在全世界4大的公司里面当业务。而这4大公司里面，其实他们都有一种话术，而话术他经过上帝的话，每天祷告主祷文的时候，他心里很不安因为上帝的国，愿你的国怎样降临在谁身上？别人身上，不是我，是这样吗？不是，是在我的身上。神，你的法度是什么？主，你的国度是什么？不要说谎。
因为这个一下去是好几代的哦。你一跟你签约下去，一跟你做生意的话，这不是只有你这一代就完哦。所以他后来决定，只要他经过他手的，他绝对不讲这个话术，他就是诚实跟他讲，有可能什么风险，只有他这么做，因为他说我是神国度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有一天一大早电话噼里啪啦一直来，因为报纸新闻网络全部看出来，看出什么？他的访问他，就是不是访问，因为那个人是按着来的，去跟他买，去跟他订这个契约，而他们那个记者是从旁边侧录，然后就说台湾这4大公司，唯有这间公司是最诚实的。感谢主，他那个生意做不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法度不会让你没有路走。所以当我们在为我们日食拼命的时候，我日食我不是就是跟我工作有关系吗？跟我生计有关系吗？那人家那个话术都是这样来的啊。但我们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我们想一下，我们日用的饮食神赐给我们，愿你的名为圣。我要为我的生计，我有没有高举神的名？这个年轻人有。虽然他那时候去跟他买东西，他没有机会跟他讲我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他就是高举神的名了。他有没有愿你的国降临？有，在我身上我实行出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要怎么做？当然哦，我们每天做选择，你应该不会问我说怎么做啊？我们怎么选择啊？选择是一辈子的事。旨意有分4种。第一个，你怎么选？拍谁？你也动不了神，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定旨先见，就是神要拯救谁？神要拯救谁就拯救谁吗？应该有更高的，就是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啦。所以你不要想说那个开跑车那个帅哥把人家撞，大学生撞了那个，如果他悔改了，他信主了，他会上天堂。你不要说啊，这么烂的人，没有，在上帝眼中没有一个人是烂，以至于神的恩典没办法救他。没有，神的意思就是要拯救人。所以这个你也不要想。你也不要想说，主啊，我祷告让我120岁，也乖啊，没去什么处死，处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120岁。上帝的旨意已经定了，你也不要求了。但我可以求怎样？我活的这段时间里面，主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神已经定了。我们一起来读，请。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我们没得选，已经定了。另外呢，律例典章，游牧师常常教导我们的，我们成为神的门徒要蒙福，其实是神有这样说，他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要说，亲爱的孩子，你要不要遵行啊？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年轻人一样，这个是我们要选择，我们可不可以遵行的？来，我们一起来读经。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继续，请。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所以那些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什么？求我们赶快调整自己的脚步，而不是求上帝你换你的规则，你的律例典章因我的求而调整，不是。我愿意因着神，我赶快调整我自己，合神的心意。第3个许旨就是，上帝既然给人自由，当然就有蛇啦，当然人就变坏啦，也有夏娃啦，然后跟你讲你也不听啦，那么就是随便你啦。
任凭你，这个是最悲惨的。亲爱弟兄姐妹，愿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被神说哈，你就爱安尼好啦。有牧师常讲台语或者啥，处在你去。我们不要绝望好吗？因为神有恩典，他是恩慈的主，他有救赎，给人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们一起来读经。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是啊，如果我们约瑟的读，这个是在讲约瑟，他之前你看遇到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再往后看，看到最后这个创世纪50章，我们一定会说，就赢了啦！怎么会信主信到这么窝囊？因为你还没走到最后啊。从前别人可以，他想要上帝应该说应该怎么做，你不这么做，你以为他们就可以得逞吗？不，因为我们的神是会转变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不要只有停留在第一句，好吗？停到第一句而已，我们就真的是会害人。重点是后面这些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所有的人都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而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一句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请，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总归我们感谢神，今日赐给我们所有够用的恩典，你想得到的。我们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这东西都没有，旷野哪有？有，上帝就能够变出东西来，而且你还是今天的东西今天拿，你不要多拿就坏掉。但是呢，到生日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可以拿2天。神就是这么奇妙，好吗？你也不要抗议。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有上帝管。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做我们自己是日用的饮食。我如果有多出来的，我呢就给旁边的人。我只要说，主啊，你既然呼召我，我行你所爱的，按照你的旨意，我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了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是吗？所以我们要分享出去，因为这不是我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要帮他分出去，因为这个是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想一下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神的。我所拥有的不是因为我的努力、我的意志力、我赚得的，不是。我们只有管理权，我们没有所有权。今天的在家会主应该讲说，今天的家有亮光是南神的一个前院长写的，有关乐透。他说乐透就是给人家希望啊，虽然它是谎言啊，但这希望好吗？这希望够吗？如果有人说牧师，我要去买乐透，这可以翻转我，请你为我祷告。我会怎么祷告？我那3个孩子，尤其那2个男生，我们晚上一起祷告的时候，常常都会讲说：牧师，妈妈你是牧师嘛？赶快祈祷一下，我明天来买乐透。我说我会为你祷告，不会中了。主如果爱你，不会中，是吗？我们祷告是要按神的心意来祷告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会跟他讲那个希望，好，我祝福你。
啊，神一定会赐给你饮食，啊，你平平安安的去，不够。我们像乐透一样吗？给人家希望而已吗？但却是谎言吗？如果我手上有，买个便当给他，当然不要金钱往来。如果有需要了，愿我们给人的希望，上帝的拯救不是谎言，像乐透一样，只是给人家希望。我们的福音也不是给人家一个谎言的需要、希望而已，而是这位神是真实，给你是真实的盼望。主啊，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一句祷告的时候，每次吃的时候、吃喝，我们都要来祷告，愿里面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些不应该吃，尤其什么香肉之类的，因为这不是主你法度里面，或者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若吃自助餐，吃满到我自己都吃不下的，请不要浪费。我们现在的习食就是这样，电商他们觉得可惜，5天前就给我们，不是机器哦，因为他还要运送，我们就分给有需要的，或分给有需要都拿到了，那我们也拿回去吃。如果真的多出来，拿回去吃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就是不要浪费上帝给我们的食物，真的不要浪费，彼此来帮助，让我们真知道这一位神，用神主导文来教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放下去吗？或我们愿意信靠神说，主啊，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能够信赖你吗？那我20年养老怎么办？神说什么？今日的饮食怎样？赐给我们不是指现在，将来的每一天。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眼光、心思放在神吗？我们随着神，我们每次做决定真的不容易，没有一次是容易的，连吃都不容易，对吗？要选哪间餐厅都不容易，但神要带领我们，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法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回应神这首，成为我们的祷告。如果你不方便坐着，其实没关系，只要你的心一起来。我的眼光，我的眼光和心事，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的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为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们再来从头。我的眼光和心事，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
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要停止？主啊，我们全然献给你，因为主，你的旨意就是美好。但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主，我们也要献给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好让我们在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得像一个人，是可以活得像你所起初所创造，说你所创造的人甚好。但主，你知道，此时在你面前，我这个人好吗？我好吗？我们的主关心的是孩子，你好吗？呼召我们的主要我们好，要我们甚好，因为他允许我们在主祷文里面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要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主你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都是今日，每一天都是今日。主，谢谢你的恩典何其大，愿我们活出你主祷文的生命。愿我们，主啊，我们常常只看我好就好，求神你赦免。愿我们的心思调整在您的身上。愿我们的祷告说，愿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活出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每一天在地上都能够很好，甚好。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凡是有耳愿意信靠他，愿意让他来拯救，以及我们心里所设定的这个对象，我们的家人。主，因为你定义要人人都能够得救，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你的爱让我们活出来，因为你那永远不变的爱让我们活在这地上，每一天因着主你，我们活出主你的爱，使人认识
看不见的上帝，使人来信靠你。亲爱的圣灵，成为保惠师，与我们同去，从这里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回到学校，回到这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带着主你的平安与喜乐，我们活出爱，使人因主你而得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再来赞美我们主的圣名哦！预备喽，来！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信实，你信实光芒，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乐意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让你进入你约，神的保佑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乐意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约，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地。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愿主的平安赐福与你们同在，请坐。